何君堯獨立候選人9號今年參加立法會。係我哋係何君堯立法會新界西選區何君堯嘅團隊。大家好，我係何君堯啊，今日好高興啊！好多謝阿譚爺呢方面嘅認同，我會努力㗎啦。咁另外咧，喺我右手邊嘅咧就係傑志足球隊，得到總監朱總監同埋鄭少聰教練同埋佢哋幾位嘅足球先生嚟。新界嘅朋友你哋好，我好高興能夠代表傑志足球隊嚟到新界西支持我個好朋友，亦都係我哋足球總會嘅獨立董事何君堯先生。多謝。你今日嚟到屯門啦，就我哋傑志足球隊就一定係大力支持阿何律師㗎。大家記住9月9號投9號何律師一票。多謝。撐9號。